願似花嬌美，願明月皎潔相願，寒風做靜靜，那堪叫花快謝，明月不相願。呢首咩歌知唔知？呢首歌咧就叫做《勁草嬌花》。咁其實《勁草嬌花》呢首歌咧，似熟非熟，似懂非懂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首歌就好多個歌手都翻唱過嘅。咁即係流行嘅歌先至好多歌手翻唱啦。但係佢出處喺邊度咧？咁其實首歌咧就雖然唔係好準確咁知道出處喺邊度，咁但係大概咧就應該係一首嘅廣播劇嘅主題曲嚟嘅。咁咩叫廣播劇？大家知唔知啊？廣播劇依家仲有冇咧？就係唔知，可能有都少啦，係嘛？咁以前咧就我應該係經歷，即係經歷過80年代嗰陣時做緊嘢嘅打工仔咧，先至有咁嘅體驗嘅。嗰時咧就80年代到啦，70、80年代啦。咁香港主要係工業啦，咁冚唪唥都打工仔有好大嘅成數都係做藍領啦，我哋叫藍領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啲勞工階層啦。咁喺工廠裏邊做嘢啊，嗰啲都叫藍領啦。咁工廠好多種嘅，五金啊、玩具啊，仲有咩啊？嗰啲成衣啊，嗰啲好多形形色色唔同嘅崗位啦、工種啦咁樣。咁咧，咁你知啦，喺工廠裏邊都做嘢，其實都好悶嘅。咁冇咁悶咧，就係聽收音機。咁收音機咧，咁啊多數係播啲流行音樂啊，嗰陣時有時播啲好多英文歌啊咁咯啊，一啲嘅音樂節目有時播啲廣東歌啊咁樣，最 hit 啊好似應該係許冠傑啊嗰啲啦。多數都聽歌㗎嗰陣時，有啲咧就我記得有啲工友咧係帶住部劇 set 機翻工，咁啊播住嚟聽嘅，咁你一路做嘢一路聽啲歌啦，咁又好開心啊咁樣成嘅。咁如是者佢哋就打發啦。咁啊除咗聽歌之外，仲有咩啊？嗱，第二就係聽嗰啲廣播劇啦。咁每日咧就嗰兩個電台都有廣播劇嘅，我有印象就係商業電台同埋香港電台咧都有廣播劇嘅。咁大家嗰啲廣播劇都好好聽，好精彩嘅。咁喺廣播劇之中咧，咁啊開頭咧僅有首歌嘅，嗰首歌又好好聽嘅喎。咁啊其中呢首咧《勁草嬌花》咧就應該係其中一套廣播劇嘅主題曲嚟嘅，但係個名叫乜嘢我就唔記得。不過首歌就好好聽嘅，咁啊成日都好多人翻唱嘅。我願似花嬌美，願明月皎潔相願，寒風做靜靜，那比嬌花快謝，明月不相願。我亦似花嬌美，莫提落花最凄酸。那春風輕吹，那比芳草吹來，同來到春日暖。落花令人魂欲斷，桃李爭盡竟碎現。愛歌是苦也是甜，捱盡相思長短。你莫說花嬌美，奈何落花最凄酸。寒嬌花生嬌，那比芳草吹落，濃來到春。